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石以洁。大家好，我是开卷人陈丽君。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画作是清代画家任熊的代表作《10万图册》。10万图册一听着这个名字就很奇特，它实际上是任熊创作的一套山水画册，每一幅画的题目都以万字开头。万户朝天、万横香雪、万竿烟雨等等，总共10幅，所以得名为10万图册。这套图册不但名字蕴含巧思，题材更富有意趣，不仅取材于江南一带的山水，作者同时又展开了延伸与想象。作品笔法细腻，构思精微，意境深邃，富有装饰趣味，与写实中充满浪漫的情调。尤其是作者以金笺纸为底进行创作，使青绿设色越发显得绚丽多彩、浓艳华贵。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精美绝伦的10万图册，感受如诗如画的青绿江南。刚才看了2位非常精彩的这个艺术呈现，确实也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美声和传统的戏曲融合在一块儿，对于2位来言，这一次合作是不是也是你们的第一次这种跨界的合作？是的，一直想着要尝试，但是从来没有机会。从小生长在上海，其实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地上丢下个林妹妹。给我的感觉，在我的基因里面应该是流淌着这个风格的音乐。对。但但是之后学习的是美声唱法，演唱了歌剧，但是呢，内心中的这个基因好像一直在呼唤着我，说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看看歌剧和我们粤剧融合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次所以非常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戏剧嘛。对的，只是方法和语言不一样。对。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合作其实也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的这么一次跨界融合，我一直都非常的期待。作为一名年轻的粤剧演员，我也希望能够带给这个时代的观众更多的一种可能。我觉得要激发现在年轻观众对于戏曲的兴趣和喜爱，是需要契机的，也需要我们去进行更多的思考。我觉得所有的艺术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前进和创造。我觉得只要保持本质不变，我们是可以呈现出更多精彩的、符合这个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的。我觉得丽君说的特别对的，就是不是说好东西你放在那儿，自然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喜欢。你在不同的时代要有不同的手段和办法，要吸引人们能够过来关注到它。这一次2位的合作碰到了这样一组非常特别的艺术作品。就是说实在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组画的时候，我是被它的这种明亮的色彩，这种一下子蹦到你眼前的这种画面感所震撼。冲击感。但是我第一次也被这个名字冲击到了。天哪，要看多少张画呀？10万图。那后来才发现，这背后是另有玄机。任熊的这件作品啊，它其实最大的特点是非常富有装饰性，它运用了非常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加上它非常有特点的运用了这个金笺纸，让整个画面显得富丽堂皇、绚丽多彩，这本图册呢，它叫10万图册，10是因为它有10开，那么万呢，就是每一开的题目都有一个万字。其实，在我们汉语当中，万，有一个意思就是极言其多，对，是吧？就像我们说万物啊、万水千山啊，是吧？那么这几开作品呢，都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有特点，这其中呢，有一些可能
有具体指向的一些风景名胜也有一些呢是基于画家自身的想象，提炼了江南地区的一些风景中的特点。比如这件万户朝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山峰陡峭，耸立万仞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像苏州的天平山，当地的人呢就觉得它是像护板，所以起名叫做万户朝天所以呢这个呢也有这个画家自己的艺术再加工在里面。比如这件叫万横香雪，在这个高低错落的山坡上面盛开的这个梅林梅花沿着山势铺陈开来，雪白的梅花就像是这个散落在大地上的积雪一样，同时呢又让我们好像能够感受到这种暗香浮动所以这个整个画面都是非常的精彩。像这件万感烟雨非常的有特点，在茂密的竹林当中横亘着一带阴韵朦胧的水汽，但是这一带水汽它的描绘非常的独特画家把它图案化几何化了，这个是画家一个非常独特的创造，让整个的画面感觉非常的奇特。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金尖的纸，又为什么要用大青绿，又为什么要用色彩这么的夺目？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内心里边，他对于生活的那种感受是很敏感的。就像这个白居易写的一样，是吧？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咱都去过杭州，咱也去过苏州，花儿确实很红，江水也确实很绿，但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么样的一种色差的对比呢？没有。为什么呢？诗人无非是强调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你在记忆里会把它放大。江南就留给他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色彩夺目，色彩鲜艳，胜似天堂。所以两位刚才在演绎的过程中，你们脑海中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最右边的这幅万竿烟雨。对于我来说，中国的山水风景，它的精髓就是云雾缭绕。然后我又喜欢竹子，给我一种特别浪漫的一种想象。但是这里的云雾，它用非常粗的线条勾勒出很夸张的云雾，像浪一般，而且带着一层淡淡的蓝色，给人一种清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那种感觉，非常浪漫，感触很深。这幅万横香雪是我非常熟悉的画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盛开的梅花，我们江南是赏梅的好地方，梅花漫山遍野的盛开，很难不让人陶醉其中。所以仿佛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也能听到悠悠的戏腔。是。说到太湖，有一个名词叫太湖平原，但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平原在哪里呢？对啊，都是丘陵甚至山地。其实这是太湖平原的边缘地带，就是今天苏州偏西天平山一带。对于整个苏州而言，或者整个太湖平原都在它的东边，那是我们在地理表述之中的核心。其实太湖平原和长江是有关系的，尚书之中禹贡就有这样几句话，叫做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指的就是太湖，三江是三条与太湖相关的河流，分别叫做吴江、娄江、东江。这三条河是与长江有关的，或者说它们是注入长江。正由于如此，太湖平原属于长江下游的一个平原地带。在那个时代呢，天下分为九州，而且九州对应的是从上上到下下9个土壤等级。
其中最低一个档次叫下夏，是属于扬州。那个时候的扬州可不是今天扬州市，它只整个中国的东南地区，包括像江浙、福建、广东、广西，都在扬州的范畴之内。禹贡时代是战国初期，天下土壤扬州居于末等，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是天下最肥沃的地带。结论是什么？人工的努力，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句话，劳动人民的贡献。所以呢，从唐宋以来就留下了一句话，叫做苏湖属天下足。苏湖在哪里？今天的苏州和湖州分别属于江苏和浙江，但都位于太湖平原之上。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完，我突然觉得，其实画家的笔下呀，给我们留下的很多东西，可能往往是我们常人忽略的东西。我们一想太湖，那就是一片，就像您说的太湖平原，辽阔的水面，一望无际。但实际上，在它的西面，我们现在知道了，是有这样起伏的地势和不一样的风景的。但刚才说到这个画家任熊，您说特别有名的画家，任熊呢，我们说是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他和在当时的海上画坛和张雄、朱雄并称沪上三雄，同时呢又跟他的弟弟任勋、儿子任玉以及他的学生任仪合称海上四人啊，都是非常有影响的画家。任熊呢本身他是浙江萧山人，他的父亲呢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画家，受父亲的影响，他自幼就喜欢绘画。长大以后呢，他离开家乡，寓居苏州，同时呢，往来上海之间卖画为生。这个任熊啊，真是非常全面啊，填词、作诗，能够骑马射箭，工篆刻，又会版画啊，会木刻等等，他都非常的擅长。人物画他上追陈老莲啊，这种高古奇骇的风格。这个肖像画形神逼笑。那么山水花鸟既有工笔重彩的，也有墨笔写意的啊，这个面貌多样，但是水平都非常高。那么我们说呢，任熊应该是一个鼎固革新、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个画家啊，是开创了海派的先河。人人尽说江南好，画家任熊通过他的画笔，将其间的美景定格成了永恒。那么在10万图册的背后，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杨博然老师的解读。任熊的10万图册用了10个万字，万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是气势圆满，代表了美好的寓意。此图册为在泥金笺纸上绘制的大青绿山水，泥金笺纸面光滑，没落纸上不易吸收且难以晕染。任熊所使用的石青、石绿等矿物质颜料颗粒大，上色附着力差，不易复改，所以在画工笔重彩青绿山水时，需要先用植物颜料打底，再用掺了胶的矿物质颜料覆盖其上，就能呈现出俏丽鲜艳的色彩。这一题材并不是由任熊首创，由画后周贤等人的提拔可知。倪瓒曾给陶宗仪画过10万图，之后王辉临摹过。任熊看到王辉的摹本后，又重新进行创作，绘制了这套10万图册。任熊35岁离世。今天我们这个艺术呈现中选择的李贺的诗，对，李贺也是才华满腹，但是英年早逝。对，李贺呢，他对于这个色彩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敏感。因为他写红啊，衰红，衰落的衰，稠红，青红，冷红，坠落的坠红，还有幽红，还有泪红。这些红都是他心里边的红。
所以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于艺术是精益求精，物有特色，必须要有特色，否则不能达到语出惊人。文学作品，画家本人的气质为他的作品带来的风貌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习惯的小桥流水在这里展现的其实不能说是没有，但是他加了画家自己独特的眼光，在某一个自然瞬间他抓住了最应该表现的大情侣。画家把自己也画进去。一个长期住在苏州的画家，把小桥流水画成了大江大水，不费江河万古流啊。